冒险是向自我挑战的勇气，踏出探索世界的第一步，那就是冒险王。各位，今天来到这里呢，看到没有？远处的迷蒙的山头，冒险王阿布就是要来带你们走零线。走零线。巡长，听不见哦，汤六天。哎，没关系，你就在那边就好。你要走零线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，走零线也要有伴呐。老师海军。可是我在想说，你冒险王，你通常走零线自己应该就可以了。回味缅怀一下我过去的冒险生活嘛，对不对？借我用一下，我们很久没有讲那句 slogan 了。可是我刚刚抱着这个，我一直看你准备要走零线，我心里在想说，像下大雨当中你要走零线，你自己去走。好了，不要走了。今天是我的任务课，任务哈，他跟任务好哈巴，好哈巴。对。阿布，来，请那个抖音。来，淋站在那边会淋雨，站在那边会淋雨的。抖意。哇，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好坡梯里的所在呀，哦，好风水的地方啊。梯里是风水。对，好山好水的地方。怎么讲？我们不讲风水。零线，你刚刚说的零线真的是有。我们叫龙肩，龙就是龙，像一条长龙一样。还有肩就是高起来最顶上的地方，所以叫龙肩。龙肩，后面就是台山线，退上线。听起来像什么三鲜有没有？海产这样子。你一听到我就想吃的。不过今天真的有东西给你吃，但是先完成前面这一段。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做石母祠啊。我们在这个拜他的，拜要拜一下，要拜起来。石母祠是一个民间的信仰哈，常会把像小孩子出生了以后。不太顺利啊，或者身体很弱啊，我们就会给神明做干儿子。那这石母在我们客家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在我们整个台湾有很多拜的石头的东西，我们都称为石头公啊，或石头爷啊，对，或者是像内湖我们有黄石公啊，但是称母亲的就在客家庄，只有客家人才有。我们把它称母亲，这个很特别的信仰。对，蛮对的。石母我用来讲客家话，干嘛能讲呢？我们母亲、父亲，我们父亲、母亲，我们合起来称为亚ой。对，所以石母我们就称为杀ой。杀ой，这样了解了哈。杀ой啦，那给明啊，因为地理环境我们也大概了解过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当然是要出任务喽。我知道你得过金钟奖，是，相当厉害。没有，也是对，真的是这个新手要在你面前好好的学习。今天来到这个任务课这个节目呢，虽然说我是主人家啦哈，不过呢，要顺着月亮走。对，兔子要跟着月亮走。对。公当田地一公行。公当田地一公行，也有客家话，公当田地一公行。就是公当就光底的。光头跟着月亮，月亮怎么讲？捏公。公当田地一公行。公当田地一公行。意思就是沾光啊。那今天我们这个3个任务呢，如果有过关的话，我们今天真的可以敲个金钟哦。真的敲响金钟，敲金钟之旅哦。Go！ 那一定要过的关的。首先我们看去后担木走，走，罗伊。哎呦喂呀，今日任务还很讲用哦，要想到台湾最有名嘅冒险王阿布，接下来出任务學客家話啦。今日嘅任務啊，就留愛見有關係。作為咧專業嘅愛見主持人，天作愛有3大要素：膽愛睇、數愛考、心愛要。呢3關都成功嘅人家啊，就做得考上天講用嘅金鐘。不過到底乜人做得考上金鐘呢？第一關考驗太難嘅好膽莫走，來去苗栗嘢嘅頭目獎。甜心阿布接招喽！头等奖！哎呦，什么奖？什么奖？邂逅！来看一下，哇！还有等奖！这个厉害啦，有没有看到？头等奖！103年海峡两岸评鉴竞赛
荣获头等奖，头等奖，而且是海峡两岸。哎，我们这边到海峡两岸去比耶，跟三大湖的人比耶。可是大闸蟹不是都大陆过来吗？大陆那边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吃到都是那个大陆进口。对，我们都是吃从那边，都以为是。哎，任务课最喜欢去发掘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，就是客家人才有的东西。是。不好的东西不报，要厉害的才报，所以带你来到这边台摸海这个地方，今天这个厉害啦，得好好的请大家好不好？好，苗栗职工啊，按这今日来到安尼苗栗同个台摸海，很赞哦，今日又升路嘞。番头家本来伫台六做生意，伊斯拉到上海嘅台摸海就调到嘞，下後就嚟帶進故鄉來學。一下就變咗全台灣最大嘅台摸海養殖場了。就是4年前呢，就引進過來。當時呢，引進過來時咧，台中人沒夢想先講，台灣都在學台摸海，因為佢講台中人講嘅呢，在北緯28度以南，就學對學我們的台摸海，結果呢不能養。不能養大閘蟹，所以大陸人不相信我們台灣可以養。那時候我們全苗栗縣最盛的時候，有100人間養殖戶。北緯28度以南，就我們的學台摸海。加又有100人間，你的學台摸海。中國嘅女性就可以了。中華女雄心啊！為什麼啊？就是為什麼北緯28度不能養？最主要是氣候的問題，因為。太冷太熱嗎？因為大閘蟹它太熱，反而比較冷一點的，因為冷對它的成長是有幫助的。哎呀，啲養殖嘅流傳的一件事情唔掂哦。北緯28度以南嘅地區，因為天氣凍熱啦，係冇辦法學台摸海嘅。唔過，啲苗栗縣政府老上海海洋大學嘅專家天數指導之下，台摸海啲報道台灣嘅苗栗啦，開始發展起來咧。韓國專家還發現，用明德水庫嘅河水來學台摸海，食起來鹹較黐、鹹較甜，品質鹹較讚哦。哇！好大一隻哦！看起來好大。按太張哎！等一下我們要去比賽。對。所以要跟按你一箍哎，一 Q 是全一塊一塊的。所以这是他们的家吗？我告訴你，現在我們大閘蟹是做成這樣子，因為你看我們在這邊養殖啊，一 Q 哎，我們總共有3公頃多，3公頃。後面外面的這些水池都是我們的面積是全台灣省最大的一個面積。一般呢，大閘蟹是要晚上去抓，它是屬於夜行的東西，夜行動動物。白天抓會怎麼樣？白天看不到它，它躲起來，它躲在水草裡面。对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去溪边玩的时候，抓虾子，小螃蟹哦，对，小螃蟹，在那个石缝里，虾子也是，都是晚上才出来。对，没错。哎呦，这是我迫不及待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虽然我们现在在这个介绍这个台摸海啊，但是我的鼻子一直闻到很香的味道啊，散发着一个台摸海的香味。台摸海的料理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达人。該從阿布今日來到一個按度摸海嘅地步，用嚟 PK，因佢是到佢都係 P 到一條東西。沒問題。好，第二個呢，等到要比呢，就要為倒摸海，這是最基本的日門的一種功夫。一關好蛋木椒就會愛靠飲兩味嘅泰蛋啦。第30秒之內，佢萬人用手直接做台摸海，一到站就贏了。唔過啊。做之前，我先來請教一下菜地客家鄉親，范太哥，我來教大家菜地嘅客家話用嘅講哦。最大。青苔。青苔不是石頭上長青苔嗎？你可以這樣子背，沒有關係。青苔。青苔 A。客家人喜歡加個 A。青苔，好嘞。最小嘞。青色。青色。抽嘛？抽。青色。水，好像台語的漂亮，水啊。水草嘞？水臭。哦，水质嘛。水质。这边的特色。
轻骑挑，我们可以分开来讲。轻骑。轻骑很新鲜，轻骑是很新鲜，轻骑是特鲜，对不对？对，最新鲜。哦，轻挑，轻挑，特甜，甜是挑，轻骑轻挑，哦，轻骑轻挑，拆开来讲的话，就是有夸奖到2个意思，又新鲜又甜美。哦，那甜心就是轻挑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轻骑，轻骑啦，啊，轻骑挑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叫抓的。老板，他说不一定。重谋害，重谋害哦。哦，重谋害，对，重谋害，重谋害。来，紫苏呢？来看啊。紫苏。外袭。哦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怪喜，哎，怪喜这个词好完全没有办法联想到哎。怪喜，怪喜，怪喜，好，想不到哈。姜片，角马，有马。老师，我有疑问，有加一个马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干嘛？有加一个马就好了，不要这样讲。有加一个马，有加一个马，是不是都是形容母亲辈的？这个不是啊，这我们语词里面有鱼尾哈，鱼尾词有的有头啊，好有还有像我们这边很特别，有母啊，有公啊，很好玩。你看像拳头，can tail 马。哦，对，马，对，叫拔重马，这个马是什么意思？加油加油！加油！5、4、3、2，快点！1，时间，最后一次，你输了光了。怎么讲？他抓的姿势完全不对。鱼尾鳍有的有头啊，好有还有像我们这边很特别，有母啊，有公啊，很好玩。你看像拳头，can tail 马，哦，can tail 马，对，叫拔重马，这个马是什么意思？母的啦，母的，很有趣哦。所以客家话里面也有一些是公母的差别，是不是？因为老姜有没有？老姜我就肉蛹马，蛹马，姜母嘛，对，姜母，抡脚，那我们这里很有意思的，好好玩哦。像鼻子披公，鼻子是公的，逆公，数字公，哎，这怎么分呢？那要怎么分公母哦？那一般我们它分是说，比较在靠里面躲起来的，我们叫母的，像舌头我们说三马啊，在里面害羞的，比较畏缩或者是藏在里面的都是母的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那如果有突出的都是公的，对不对？除咗客家話要本公嘅老買，翻太古講啊，女行認識太冇係啊，所以好認識也記咗鐵點麼？鹽都市嘅就係馬嘅冇係，醬都市嘅就係公嘅冇係，韓國師傅啦，一皮一盤，就表示冇係嘅高，一難，好品質嘅太冇係啊，行認清楚，搶背囊，好都市，今早黃毛。夜發跳嘅啊，條件絕對係好啦！哎呦，你數下嘅題目係已經準備好咧，甜心阿布想靠向金鐘嗬，就會單排太掉誒，加油哦！30秒，預備，起，來！1、2、3，哇，厲害哦！跟你拼啦！不要夾我！哎呦！15秒。放輕鬆啦，放輕鬆啦。15秒。最後10秒。10秒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5、4、3、2，快點！1，時間，最後一次。哇，抓成。说实在的啦哈，当时来说呢，你输了光了。怎么讲？他抓的姿势完全不对。他是为了怎么样呢？如果他这样子抓的话，如果万一把这个脚弄掉一个脚的话，那我的价钱从350块掉成100块。
啊，因为那个断脚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蟹啦，就有切线啦。对，所以说你输的光荣，但是你的速度快。对对对。哦。那这样子怎么办？平手，再2分钟。今天我们教一个歇后语，很有意思的。好。那个使夫发。使夫发。使夫发是什么意思？使夫发就是歇后语。歇后语。哎，歇后语。使夫发。你看哈。我们要一边讲话一边呢，一边淋浴这样子。你看毛蟹有没有？你看它的头在哪边？头，身体上面就是眼睛啦，抓到它的头啊。它现在在。它的头就在它的身体上吧，是这样吗？哦，所以它头都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你看，觉得很有意思的哦。哎，这个我就知道。摸海雕匠。摸海雕匠。青毛头塔。没有青毛头塔，不到头绪。哦。螃蟹这个毛蟹啊，它雕匠就是自杀了。他想要自杀。它吊颈子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找不到头来绑。好。对哦，他如果真的有一天想不开，他也不知道他要绑哪里。对啊。他被绑全身，他也还是活的。对对对，哎，这我对。找不到头来绑的啦。哎，好有趣哦。这客家话很有意思的是，那头塔啊，就是头绪啊。对。有没有什么头绪呢？头绪。那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找不到头绪的意思。是。对，我们只要找不到头绪的时候，我们就故意讲说，哎呀，摸海雕匠。青毛头塔啦！哦，开摸海牛好诶哦吼，够劲啊，来煮诶。好，然后要煮的以前呢，一定要先你卡好了，把它绑好。因为呢，绑好呢有2种意义，第一个美观好看，不过就是好像它要临走之前，这个爪子跑出来很难看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蒸的时候脚不会断掉。它没办法去挣脱嘛，它挣扎的话有可能会受伤，对，脚会断掉。所以说我们绑有2种意义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来用这个绑的方式告诉你们。第一个，我们用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呢是令草。令草。这个令草是我们苗栗县的那个特有产品。苗栗特有哎。特有哎，好，加你台湾员工。厉害呀！要的，老师哎，很错。先跟你报告一下，是，如果他在节目当中呢，突然进出的，没有关系，他的自由，到达75岁以上的都可以自由活动。有这个特权就对了啦，就只有他可以。我们还没到，我们要一直站在这这样。对，我可以闲逛。好，那老师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客语怎么讲？令草。你有公行。含臭。含臭。含臭。哎，你弄一点点，你就出来了，他赶紧来含臭有熊的吗？咬看。对。有没有咸的？哦，有一点。对啊，就是咸叫含臭。真的。咸就是含吗？啊？哎，是哦。含臭。翻台哥讲，煮台摸海，咪系有方法嘅哟。除咗用罗姜嘛、怪时，人体使用苗栗嘅特产含醋来烫摸海，也是去参考头摆人烫嘅烫猪肉千金嘅方法。听讲啊，煮出来还会开香哦。先抓一只起来。对。哦，凶哦！哎，这只凶哦，这只凶哦。老师有讲要听，我们先压住它。我们的达人要在旁边辅助哈。对，会很危险。你要把一个步骤，对，脚把它的脚，哎，对，抓住，对。哦，你看它真的很有力，它一直挣扎。对，先让它脚弯起来，这边也弯起来，然后这边也要让它弯起来。哎呦，好刺！你这个脚它动了，它动了，它不算，对，它就会挣扎。哎，对。不行哦。哇，好难哦，也不简单呢。转过来，哎，对，转过来。这样好像没有绑紧呢。转过来十字，绑十字，哎，对，把它拉紧，好，然后哎，对，再绕一圈，拿起来，这样就可以拿起来绕了。对，它已经不会。真的夹住了吗？有。好，你这样绕起来，哎，对，不错。哇！绕一圈，好棒，再来2圈，可以够了。好，弄了肚子，哎，对。哦，塞进去，转啊，转，立，然后塞进去，一批，塞进去，哎，不错哦，哎，怎么有点松松的？哎，你是松了，会不会又再跑出来啊？会哦，喂，这个真的要手巧哎，你要真的要绑得很紧才行。不过主要刚刚范大哥有讲，是这一个4只脚的有没有？先给它固定住，对，它其实它就不会乱跑。对，没错，就不会乱跑。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年纪哦，会越来越不敢冒险，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。对，把它拉紧。好了，成功，对，成功，完成了，成功，怎么样 ？OK 吧？成功哈，成功。
恭喜阿布！翻头家讲，探索塔摩海爱薯条并用，冇简单呢。一关就算两位强数都过关啦！邀请两位来好评上看啦，前瞻嘅塔摩海哦。哦，咪呀有安尼嘅猪肉系咪？哪个猪肉？要干嘛嘅呀？呀，我还有这虾呢。要虾呢哦，都是海鲜的呢。对啊对啊。虾呢，蟹，冇海牛好不好？有。好的，曲先生，拍这呢，又在110呢。哦，要跟魔法都市啦，是宅啦。你记得错。对啦。这个粥呢是有很大的那个由来的。先吃之前你先吃一口，再我们再跟你聊。对，我们先尝一下好了。我觉得用大闸蟹煮粥好奢侈。哇！要后生嘛？都好吃的呀。好吃。好吃啦，这好吃。我们这一碗粥啊，我们是费尽千辛万苦，把它熬成的，熬差不多3-4个小时。好，最主要的我们的经典在哪里呢？是在这个蟹。好，我们的经典是在这个蟹。有。因为说实在呢，我们是不会浪费这些小蟹啊，因为这蟹是小的，好，因为小只的，我说实在，我们卖的钱呢也不多。好，我们就把它里面的蟹肉啊、蟹黄把它拆下来，来煮成这一碗。这么小只，你怎么拆啊？哇，也是这个就是功夫啦。你是说一碗？对啊，一只。一碗可能不到1只啦。这个像这么一小只呢，市价到180。好珍贵。那我们只有卖100块。哦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又拆的蛮多的啊。就是用很多只把它煮成一锅粥这样子啦。除咗煮毛蟹唔讲颜色以外呀，范太高行讲，呢度我维持泰毛蟹嘅好品质，要用好水，还要坚持生态养殖。每只泰毛蟹都有生产日历 QR code 做的扫描，生产日历清清楚楚，贴对爱本人客食到安心啦。恭喜两位，一关1比1平數，離靠向金鐘嘅路啊，冇意遠了。第二關我來去明德水庫出發了。哎呦，一個蔬菜凍醬呢吼，醬啊都好，醬漂亮。漂亮。對。凍醬哎，山明水秀，而且好舒服的地方。看到人家都會真的。那种茫茫的、疏疏的就是来到这边，你就会想在这边，然后就看着这个湖，然后发呆的。对，然后什么事都不用做，这样。什么事都不要做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第2关了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刚刚哇很开心的那边剥虾，超棒啊！吃的又开心，好吃。好，继续。一样是有关于吃的。转马给来，先生。好来，纯音符了。树都擒来，手到。手是树，树都擒来。树都擒来。等一下，先生。那你有没有奇怪，怎么会2个？对啊，你出来题啊，你得有手字。照理说应该是这个字才对啊。这个是有关的。你看，像看过去有很多白鹭鸶，该不会是跟白鹭鸶有关吧？你说抓白鹭鸶来吃，是不是？不会抓吧？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没有吃过白鹭鸶的饭。没有人吃过。你想吃吗？你想开荤了是不是？好啦，这很有名哦，董油面哦。董油面。提示一下。大概想一下就会知道，我当然他想要带你吃吗？哦，真的吗？来看一下。啊，先来看哈，按摩。哦，还重量。哎呦，这么好，我们还可以去按摩的。重量。数手。重量。抓龙。哦，抓龙。再一个提示呢？十。讲到这边啊，我觉得再提示下去啊就没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再提示下去就太明白了，就不光是这样看，你们看得出来是在讲什么吗？哎，我知道，我大概知道，以我这个金头脑，我大概知道。我只能跟你提示一个非常经典的味道。哦。来过一次，下次一定还会找时间自己再来。这么厉害？对。走。是都会起迷起来了，哎。什么东西呀？神秘秘的，是不是？來到明德水庫，我來食當地嘅糯米絲哦，食各位人啊都會痴迷呢，嘿嘿，身為你專業嘅愛見主持人啊，第1關樹都擒來，就係愛考驗樹愛考啦，喺前樹項功夫前厲害嘅專家林炳雲太子，而家研發客家菜色，30年來從來唔食戲家，用廚本認真料理，兩位啊接招嘍！
我们眼前这个叫做什么？我们的眼前就是要做香酥回料，这个就係我哋嘅任務啦。我多乜嘅啊？香酥皮鴨，香酥皮鴨，香酥皮鴨。所以刚刚手到擒来，这个擒就是对，没有手字旁的，就是这个啊。阿北，对呀，那现在我们要来帮什么忙呢？才可以赶快吃到它呢？按摩好了再来拿。哎，个真步卡，个卡真步真卡真步和卡酥。哎，个真步哈，个哈真步。真步客家真步學客妹，唔明一條都看你啊，嘅咩？冇啊，你冇嚇？嚇你冇？對啊。P 嘅仔同事。對呀，那現在我們要來幫什麼忙呢？才可以趕快吃到它呢？按摩好了再来拿。按摩做量。來做量。好，来，對。那这边这还可以吗？不是按大姐，是按她。哎，阿布，我想按烟道就來巴結條假樣啊，我靠人嘅量技術，好好嘅老阿伯啊，做量，哎，做到一個條假樣，你咪講做得咧，要做到一面人就贏了。這個壓力，這個有點氣節，你知道嗎？對，哦，最近有點太疲憊了的。你是過來人是不是？你按壓的手勁兒很厲害。對啊。可是大拇指按下去之後，然後在原地這樣搓，有沒有？對啊。根本就是。還有手鐲有沒有？對。真的軟的耶。然後我們翻過來，真的按過了之後，它的肉有比較軟呢。真的好嘎嘎巴啦。很有名，剛才怎麼講？凍油苗。呀。凍油苗。要作量，係老阿伯作量，老阿伯作量，跟鴨子作量，幫鴨子做按摩。哦，這個疲憊。過後選了濕的嘛。湯穿燙。湯和濕兩個都是穿燙，但是有差別。哦，怎麼樣？湯就是很快的，就水燙過一下。OK。濕酥噶，比如那個濕風菜、濕跳菜嚟香飄油。然後我們現在呢？接着我們還要拿去蒸大概5個鐘頭。蒸後還要破嘅嘛？還要再炸過。炸和破。蒸破。對。然後呈現出來的肉質呢，就會。嫩，肉質嫩的，香，酥，脆，吃起來脆，嫩香酥脆，这个吃就知道味道。等一下你就嫩香酥脆咯，就是你啦。電睇自個我做日嘅香酥皮鴨。非常嘅費功夫咧，一隻阿伯愛本件意面，也是喺件研究嘅當年實派嘅5幾多擺，才發現用蒜頭、胡椒粉、鹽、米酒嚟結合起來，與阿伯嘅地圖到腦背塗邊完，再加上半點鐘嘅關鍵步驟，作量熱味。甜心阿布，你也都是用心好好嘅老阿伯作量哦。林太姐，你看慢嘢卡，來監聽一下了，好冇？看一下這，對，監聽它。檢查一下。看一下甜心鴨 O 不 OK？擦屁股哦。你這個沒有，裡面沒有香味出來。真的嗎？沒有香味，是沒有搓勻嗎？對。來，我的嘞，聞聞看，是不是香氣就很重了？你來聞看，你自己的。我想聞他的屁股。我屁股給你聞一下，來。不是。那你要給我試。我看。跟你自己做的那個味道。哎，有了。對啊，香氣它是不是比較那個？那個蒜頭其實要讓它擠壓到，讓它蒜汁出來。看。果然還是我的屁股比較香。哎呦，甜心莫食子呐，家下條揀羊要講啊！
你较太嘅人做了笨蛋就较红咪咪啊，冇相干啦，等下再个加油啊！做了咪咪嘅阿伯，正5點鐘過後，還再泡20分鐘，實在係喊功夫哦。香酥皮啊，做得爽爽嘞！来喽，香酥肥鸭呈现，哇，经典重现。我这么酥哈，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啊？这拔起来就好。拔起来。哦，哎呦，这两边的腿先拔。先吃腿。抓开就好吗？抓开就好。抓开。阿比。哦呦，真的，我们这个阿比要这样。真的在现场等。阿比是。哦，有没有那个骨髓跟肉的那种香气？有，闻到了。鸭腿叫做阿比。阿比。我先吃原味，我先吃原味。都是在那个里面的胡椒粉。肚子里，刚才我们也有哎，刚才我们塞的啦。直接这样沾是不是？可以。哦。嫩。香。嫩。熟。吹。好，不用形容了，老师讲完了。不用想，让人想一直啃下去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骨头有牙齿的很好啃耶，就讲了。你把那个大腿上面的肉，这一块呢，因为没有外面的皮，所以里面的肉质都还在。哇，小肉肉的。我们要吃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吃它的筋。这一块。连皮带肉，这一块最好吃，这一块最好吃。你把这个剥开给我，你看什么态度？转角下面那一块有没有？老头。香酥鸭嘅好美食啊，當然要幫面對水庫嘅好風景啦。青蔥有嘅啊，就係吃先生嘅老姑娘兒時間對了。阿媽變嘴。阿媽變嘴，強健咩變嘴？強健咩變嘴？这很有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阿媽，我们一般说鸭子客家话都用母的来代替，就是阿媽那变嘴呢，嘴扁扁，你看它鸭子嘴巴，对啊，它的嘴巴扁扁的，你拿黄金来装饰它的话，一样，嘴巴还是扁的。扁嘴就还是扁嘴的意思嘛。所以你本来是什么样子，你还想尽办法去要把它给装饰，要把它给弄得很漂亮，没有用，还是原样的。怎么念啊？又忘了。阿媽變嘴。強健咩變嘴？強健咩變嘴？所以它本來生出來是什麼樣子就什麼樣子，不需要一定要怎麼裝飾啊，要怎麼樣。很讚喎！我感謝頭家娘嘅好廚藝，天官數到前來向佢阿布。我見先數甜品嘛，第三關係千米一關了，我拿出人嘅實力，爭到啲成功嘅烤香金鐘啊！個進步卡，個卡進步卡加進步和卡數，個進步黑，個黑進步。進步客家進步學客妹，進步客家進步學客吧，客吧，唔會啊，名字都看你啊，嘅咩？冇下，太牛大家來老齊先生鼓勵下啦！既然也做得現場表演旁頭啦，很強哦！唔過先生啊，烤香金鐘1000米一關嘅任務都得去馬街呢。我們這個階段是那個敲金鐘之旅最後一關，對不對？那很重要，敲金鐘一定要想辦法弄出一個可以敲響金鐘的。銅鑼跟敲金鐘有金字邊。銅鑼2個字都是跟金鐘有關係啊，有關係，對不對？那現在就馬上去敲它吧，快，敲它！先了解銅鑼這地方好了。好。為什麼叫銅鑼？我也是一直都有疑問，不知道什麼銅鑼。就我們製作單位弄個，都很認真的弄一個圖給我們看。這個地方呢，有看到一個比較突出的地方，有3個村，連在一起，它就成了一個灣。福興村是，朝陽村，然後銅鑼村，所以加起來是一個銅鑼灣。新城鎮彎彎的。沒有。
其实铜锣这地方呢，以前是没有铜锣，它只是个地名，哦，就是一个3个村形成。地形的关系。对嘛？他就觉得铜锣这个地方，既然是铜锣，怎么可以没有铜锣可以敲呢？对不对？就浪费了大宋，对不对？所以死心眼的人就想办法硬要弄出一个铜锣。是。今天是你的第3关任务哦。敲金钟有关系哦。就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去找这个达人，这个安江姑。安江姑。看他怎么样写铜锣有铜锣。对。哎呦，答案揭開來咧！原來銅鑼鄉就係以為體現像銅鑼嘅羅池鎮安名嘅。呢啲火車站上空嘅羅床鼓啊，就係入嚟靠向銅鑼嘅媲美奇蹟哦！來去哦！人家敲这个大鼓，你敲这个是有声音的吗？对，我早就听说这边有人打非洲鼓很厉害，我就自己带了我自己在马拉维买的非洲鼓迷你版。老師有沒有看過？有，這個聲音很甜。很甜嗎？哦，女行人就會無窮樣，大家講嘅啱講句啊，就係一剎啦，唱成香港狀。日本行學嘅大勁樂嘅先生，轉到家鄉銅鑼，想前出彩鐵鐵色，故所就打出為全台唯一嘅銅鑼 DIY 工坊哦。有朋友來的時候，你都會秀這一首歌給他聽。對，如果對他有好感的話。哎呀，那是代表你對我們大家都有好感。對，對你們都有好感。對呀，但是我還是很好奇呢，當時這些銅鑼來自什麼靈感？哎，怎麼？C 呀 ，C。我吹得不夠重。對了，有沒有？這我還是很好奇，當時這些銅鑼來自什麼靈感？其實我在外地工作求學這很多年，結果後來我回到家鄉的時候，很多好朋友就問說：哎，你現在去哪裡？怎麼那麼久沒聯絡？我說回我家，你家在哪裡？銅鑼啊！哎，銅鑼是家家戶戶都在敲打銅鑼嘛？家家戶戶，就有太多人問你了，可是你每次都回答不出來。我有回答，因為沒有啊。我說沒有啊。對啊，所以你就被問一氣之下，乾脆我自己做銅鑼。沒錯。是不是有敲不完的銅鑼？推廣這個。推廣。行銷項。哎，你們可以教學嗎？我希望說，因為我對你們有好感哈。是。要打蒼海一聲笑嗎？那個太難了吧？不是難度哦。我要教你們自己做一面銅鑼帶回家。好，那我們就來去 DIY 做銅鑼了。還不要？哎，等一下，還不要。哎，來。哎，還有誰會做啊？這個達人，麻煩你幫我敲一下，要不然講呢？敲一下。哎，來。敲一下。衝吧。叮咚。好。OK， 答對了。好，去看看呢。去看看啊。哦，做的。加個尾音哦。去看看啊。衝吧。哎。叮咚。好。過來呢？敲鑼打鼓呢？這個。敲鑼打鼓。哎，敲。來，沒有，他還沒講啊。敲鑼打鼓。哎，敲。衝吧。哎。好。哎呦，這趕你啊！自己人啊，按做一樣講出來咧。要跟一聽一笑。已經被他搶走了，他說。對不對？好，這趕你。這趕你。哎，這趕你。好。這誰出的題？這趕你。來，音樂呢？哎呦，音樂。音樂。哎，對嗎？敲。哇，厲害！新年人前進到家鄉嘅唱太歌，本地閒前咪為咗銅鑼嘅師傅來合作，外面以為師傅冇時間，佢係呢堅持開一間工坊，鄭州嘅本大家來到銅鑼教了，要銅鑼 DIY 做啲體驗哦。鄭大哥，讓俺哋呢假拿貨係咪？哎，要條假拿貨，要喺乜嘅鐵錘嘅？鐵錘，用俺哋呢鐵錘，老娘的鐵錘冇用啊！等一下，你們剛剛講什麼？假拿貨。
嘎拉货是什么意思？嘎拉货是我们有这个要由老师来讲，工具。工具了，哎，嘎拉货这是很特别哦，在我们客家，如果说很道地哦。文字上来看的话，这你要加拉火。家伙啦，就工作的东西啦，工作的家伙，对，家伙，但是念出来就加一个嘎拉货，嘎拉货，很道地的哦。你这个家伙就这样嘎拉货这样子。哦，那个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又不一样。工作用的工具，工具，嘎拉货，听起来好特别哦。对，嘎拉货，嘎拉货哦，嘎拉货，嘎拉货 ，catch 耶 ，catch 耶，很有样呢。啥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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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抹抽哦。对呀，不是啥要很多抽，我们很多抹抽比 U， 我就 no。哎，今天呢，任务无强用哦。无强用哦。那比赛抽冇？抽。啊，这是考啊，要搞嘢就用考。好。考伊个技术样，技术有大音、高音，佢咪做出来迄较接近一道音。一道音係哆來咪發嗦嗦，嗬嗦。第三關嘅任務來了，要考驗嘅係外景主持人嘅心愛要。你做銅鑼請關鍵嘅步驟就係調音，所以請接圈數嘅音，調音器就會顯示句一隻英文詞，就過關嘞。開始調音之前，要先用砂紙撈銅鑼嘅落背係個表面攞平，就唔會傷到樹哦。錄屏過後，再開始來調音。最後一關嘅任務，甜心阿布靠近中就在面前了。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敲打調音。敲打調音。來，這個中間有凸出來的，跟着我念叫邏輯，羅的肚臍。邏輯。邏輯。左手拿着，然後邏輯一定要在這個木頭的外面，有沒有？跟它墊着它，這樣子。外面對。這樣子卡住。哎，從這邊看是這樣子。有，對對。現在呢，把這個小鐵錘，我們用它後面比較尖的地方哈，我們要敲它，敲你電到的地方，敲哪裡呢？敲這個平，這個凹，這個有沒有？這平的。邏輯不要敲到，這個上面這邊也不要敲到，這邊不要敲，只有敲這一帶。對的地方，中間的圓。怎麼敲呢？不是要把它敲破，不是要敲破，凹進去而已，這樣子。我先敲第一個聲音給你聽，你看。那麼大力哦！有沒有就那麼大力？我來，好，阿布你先試看看。好，我試試看。對，標準。那我的。我晚上做強的錘。我按太低了。好，平均一樣的力道嗎？好，讓它平均分布。好，我們開始了。常睇嗰個烤香銅鑼冇乜嘅優良，就係冇烤爛嘅，冇烤到螺絲就好嘅啦。如果要烤要打，改變銅鑼嘅音節，烤嘅音咩聲就自然會越高。看下是唔是按三萬嘅要烤要打，到底乜人都得先烤到所有隻音咯。C。嗯。哎，怎麼 C 呀 ？C 是哆，嘿嘿。我捶得不夠重嘛？那你再捶大力一點看看。你的是音質變，音高沒有變。哦，音樂了，有沒有？不錯不錯。好了，我不用教了，我看。下課。那為什麼我們都不能呢？這個聲音的改變是因為我們破壞了它的結構，對不對？對。那我們敲的話，哎，這邊薄哈，那邊厚，這邊就改變它的震動。是。震動的裡面的內震動不一樣，這樣，所以它聲音就會變。不一樣。那一不小心就讓你敲到那個。對啊，我太 lucky 了，對不對？對對對，很難的。那我們這樣有辦法再修正嗎？可以，你再多打個5、6下。哎呦，好專業哦，音樂人整個就不一樣哦。我跟你講，敲對了，整個就是我的手上只差金鐘獎跟金曲獎而已，2支還蠻多的。哎呦，甜心真係冇簡單呢，一烤吼就直接烤到手。哎呀，常太哥啊，明認真，真係係當聽的啦。阿布啊，唔係硬養股呢，愛看唔好就照甜心講嘅哦，再烤個5、6擺哦，冇聽錯啊，等下就烤到嘞。一個，再來一個，再來一個。哦，有。音樂人。哎呦。
哎呦喂呀，真嘅係唱歌嘅就會冇窮用啦。唱太歌講吼，甜心嘅影子真嘅係有拉準嘅啦。嘿嘿，第三關吼就恭喜甜心贏了。接下來，齊先生我來教鑼鼓言語了。跨越大同路，跨越大同路，有也好，無也好，有也好，無也好。乜嘅意思？你看人大同路，我用兩片錘，知嘛？你看呢個唔係人錘，你看下，錘都唔可以出聲啊！哦，有一個錘嘢啦，有個重量啦。通常你睇跨越個細細機嘅天啊，細細機你大同路，叮叮叮叮，打唔出幾多聲。打唔出嘅聲音，唔壓力啦。係估出嚟有也好，無也好。哦，有聲音，有嘅跟冇聲音。係個有大冇大都差唔多啊。OK 啦。有就多多益善嘛，沒有也沒有關係。沒有大愛。第三關任務結束，我念書準備好讀嘅生機客家話，有請唱太歌做主考官。阿布啊，一老人通過非要當太官hen，愛加油哦。好啦，按這第一題啦。很有名，很有名。沒有啲同樂，最有名嘅同樂。哦，要跟我講嘅好，同，我講出來了。我講出來，你還沒發現啊？你跟我講。很有名的那個。很有名的。你不要說我對你不好。董有苗。董有苗。好啦，我有吃，我有努力在吃。對啊，要不要為難他了，好吧？第一關。抓螃蟹。今天的主題。哦。做磨合。差一點點來。音不準，咪的音。做摸咪的音。摸。收啦，做摸。摸海。哎，做摸海。你看啊，來咯。今天怎麼那麼熱？第二題，去看看。啊，你問到他最不會的。哦，去看看。對呀。還有呢？還有音樂。音樂，好來。去看，後面那兩個是什麼？那魯安達咿呀那呀吼咿呀嘿，那魯安達咿呀那呀吼，那呀嘿。你看看來，你看看來，哎，好會提醒哦。看來哈，來音樂，好，再來。恭喜甜心阿布，一比進步，成績係2比2，平數兩沙都考上金鐘了。指導單位替阿布叫乜嘢？還貼喺準備嘅當地人食嘅小禮物啦。嘿，恭喜挑戰成功，拿到嘅通過費。俺哋節目聽朝未做得拿到金鐘獎哦。nhiệm vụ hạ, hẹn đi 下禮拜再見了。